对啦，啥？你真有心哦？即摆无，毋过明年一定有的啦。好啊，你这种人，你也叫人甲你同情，也甲你可怜，哈？哎呦，你也惊死，惊人甲你抬头，免讲，行，小等的啦，小等的啦，王爷的查某囝。郡主小姐，拜托啦，阮阿娘吼。 伊无唔对啦，伊害死个倒球的，伊做即个乌鲁无济的代志吼。即摆人假使吼，互恁拖去，你嘛小可怜，你安尼人遐尼老啊，了了门会当验死好死。即摆人拖去一定吼，用安尼吼，甲耳仔挂落来，喙齿骹长，目睭甲乌出来，骹骨手骨拢剁断，啊，搁五马分尸，搁放皮地粗，讲落油鼎。好啊啦。 啊，搁足济啊！唔好搁讲啊啦，你即马是伫咧替我求情，还是你加重我的罪名？你讲。啊，有影，我想袂记咧，阿娘，我即摆替你求情啦。啊，郡主啊，拜托啦，阮阿娘吼，这声人去，迄人前我就已经我无老母，我就变好人吼。是啦。好人对啦。 哦，即摆是好主啦，好主食遐久，拜托看我的面子，莫甲阮阿娘拖去啦，好无？原谅伊啦。是啦，郡主啊，你敢无听你讲，这生人拍鼓有时错，骹步打叉啥人无？你着原谅伊一摆啦，拜托啦。郡主啊，虽然吼我娶即个某吼有影较唔对啦，做代志真懵懂啦，也毋过你也原谅伊咧，啊无吼，万不来死我搁娶一个，足麻烦足得病的啦。袂当啊，郡主啊，拜托个啦，讲真个，拜托我要求者，阮阿娘啊去，无安尼过去安尼啦。 迄刀球啊，毋是阮阿娘害死啦，是我害死的。我甲秉准的，迄拢我害死，你甲我掠去就好啊啦，甲我掠去啦，甲我掠去袂紧啦。大哥，是会听人安尼讲哦，迄落天拍的心肝无咱落软，无得，搁煞落去，为什么办法替因解围无啦？小妹啊，办法是有啦，啊，毋过哦，伊毋知请照我意思去做，毋去。阮阿娘绝对肯，阮阿娘绝对肯，什么代志做你讲。好，你若请照我意思，来，小妹有一个办法，耳仔我来。安尼啦。好，来，我问恁呢，恁有想讲哦，要互倒球的搁再倒转来无？有啦，你有啥办法？紧讲啦吼。这哦，来，你过来。你过来，较过来，我坦白甲你讲啦，阮吼是服侍海陵王的啦，啊倒球的吼是秉准秉在河底死的咧，所以吼，你若去迄个河边啊，诚心诚意安尼三步进两步退，啊话讲倒魂倒魄倒来归，啊一直念，无定着海陵王心肝的落软，放倒球的倒转来。啥个啊？着爱三步进，啊两步退，吼，啊搁爱话讲倒魂倒魄倒来归哦。哎呦，要笑死人，哎用笑死啦，好啦。但是莫互笑死，等你较早落少看门底，这真简单，敢若看门歌尔。啊，当当，滴啦，滴啦，当，哎呦，下死情啊，下死情啊，歹看啦，迄我唔敢跳啦。你唔敢行到。聊了滴啊，聊了啦。哦，咱讲实嘞吼，你住伫这水底算袂歹哦。你当初去这座这王爷府哦，伫这水底城搁较赞，这座较早可能开袂少钱哦。哎呦，倒球的，莫讲啊好无啦？你即马搁当这是王爷哦？我这敢讲你是皇帝哦？倒球的，我毋是皇帝，也毋是王爷，其实我就是海陵王。你即马住的所在就是我的水泉宫。
我就知，我都通住在水底，佫免用苍蝇会当喘气喘遮顺的。除了海龙宫以外，还佫有啥物人会当住在遮，对无？啊，这个人一定是海龙王，这人若是海龙王，哪有法度？迄叫做海。你敢真正是海龙王哦？无唔对，倒有机会。你伫我的水之中，我敢对你歹心？毋是啦，毋是讲你对我歹啦，我是感觉足惊异的啦。哦，这个所在住着袂歹哦，佫无空气的污染，这赞。咱讲实在，我是讲拜托你哦，我永远会当住在这个所在吼。啊，我拢莫转去，若无我转去汉奸了啊吼，我一定会佫有阮三妈甲我虐待的。倒有机会。你做咧放心，只要我若算做讲你甲我的查某囝确实有缘分啦，就是讲你要走，我嘛袂放你走。也是嘞哦。倒机会，代志已经办成功啊！初面参见着良女公主。倒机会啊！啊，你拢知影真相的是无？是，永利，因为啊，这件代志我感觉讲伊早晚会知影，所以我已经甲伊讲。哦，对啦，恁代志办了有顺序无？父王啊，一切拢真顺利成功，而且倒叫因三妈哦，我那有酒抓奖金以后要改过自新啊。吼，伊有酒抓哦，迄袂啥。若阮三妈酒抓吼，酒抓400几摆，毋捌一摆有成功的。甲我改粉共款啦，我改6、700摆，愈改食愈大呢。倒机会，你做你放心，这一摆吼，恁三妈绝对唔敢安怎样。对啦，因暗阮就准备要送你倒转去柳港。娘，倒球啊，恭喜你哦！你即摆哦会当自由自在的生活，恁三妈绝对唔敢我虐待你啊啦！若真是安尼，我是足欢喜的啦。也毋过吼，我足怀念这个所在，为着要互我下当吼足自由的，安尼连伊来遮，啊连伊转去陆地，连伊来遮，连伊转去陆地，安尼互我通行自如吼。我有一个条件，什么条件？发一张通行证花。这嘛，我答应你。干嘞！恁真安尼唱是要叫到当时啊才会倒转来？我甲恁讲啊，尽量叫较凄凉的，较大声的，啊开唔通转啊，毋则叫伊会转来。对啦，你唔通安尼啦，哎，安尼讲3步前啊2步退安尼啦。娘，叫较大声，我较大声嘞，我较大声嘞。来，来，哎，安尼讲啊，3步前啊2步退咯。你无法度，哦，你若无法度停咧，这声哦，倒机会叫袂倒转来。对啦，娘，迄云安尼袂转来啦，你就爱画啦。安尼呀。嘿，画转来，啊对，按时阵当时会来，我唱看卖吼。时间是差不多啊啦，我继续画就好啦，哎，安怎讲啊？对啊，对啦。3步前啊，三妈。